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2号，公元2018年4月27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对于600万藏人来说，印度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达赖喇嘛尊者指出，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景尼玛还在人世。达赖喇嘛尊者欢迎北朝鲜宣布放弃核武实验。西藏奖学金项目委员会庆祝西藏与美国学术交流30周年。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出版新书《29种语言祝贺班禅喇嘛诞辰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在尼赫鲁纪念图书馆召开的专题讲座活动。会上，尊者表示，对于600万藏人来说，印度是我们的精神家园。4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新德里的第一天行程是出席尼赫鲁纪念图书馆与印度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办的一场专题讲座活动。数百名印度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出席了当天的讲座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讲座会上以和平、和谐与发展的前进方向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强调了印藏两国维系千年文化关系的重要性。尊者表示，如果我们回顾藏人流亡的历程，当年我们流亡到印度这一佛教圣地，它在600万西藏人民的心目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时形容自己是印度那兰陀驻伟大上士的学生。尊者指出，在公元8世纪，济护论师是那兰陀大学顶尖的学者和逻辑学家。当时的西藏藏部邀请他到西藏弘法，尽管当时他年事已高，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后来和他最好的学生莲花戒大师一起在西藏弘扬源自那兰陀传承的佛教。另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首都新德里的4天参访行程后，于4月25号抵达达兰萨拉冈格拉机场，并与媒体记者进行了简短的互动。西藏第11世班禅喇嘛29周岁之际，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冈格拉机场后，向媒体记者表示，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说，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景尼玛还在人世，并在接受正常的教育。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根登确景尼玛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3天后，转世灵统失踪。随后，中国政府自行认定另一个班禅坚参诺布。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他希望中国政府所认定的班禅喇嘛能在一个优秀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虽然他所确认的班禅喇嘛失踪了，但是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他还在世，并在接受正常的教育。另外，4月22号，达赖喇嘛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达赖喇嘛尊者欢迎北朝鲜宣布将停止核试验及导弹试验。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他对朝鲜宣布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表示欢迎。令他感到鼓舞的是，这一举措是在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希望朝韩两国领导人在即将举行的和谈以及随后与美国总统举行的会晤上，本着友好、妥协和透明的原则进行会谈，以解决多年来的分歧。尊者很乐观地认为，这一谈判将促进朝韩两国之间的信任，最终造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如果这一和谈成功，可以为该地区的人们带来和平，并成为世界的典范，也将对全世界消除核武器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全球非军事化和消除核武器的倡导者，尊者希望各国政府共同努力，让这些事态出现积极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消除这些足以毁灭地球的可怕武器，以及确保我们这个世界实现真正和持久的和平。
此外，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西藏奖学金项目委员会于4月21号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举办了流亡藏人社区与美国间学术交流30周年庆祝活动。该活动由西藏奖学金计划校友执委会委员会组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谈到该项目对西藏社区产生的积极影响，并表示该项目为众多流亡藏人提供了在美国顶尖学术机构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的宝贵机会。司政感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慷慨支持，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向西藏社区提供这方面的援助。美国国务院西藏奖学金项目自1988年成立以来，起初被称为布特莱特奖学金。截至目前，已有443名藏人受益。在443人中，242人完成了2年制硕士学位，201人入读1年非学位项目。当前，他们在包括藏人行政中央等91个不同的机构中服务于流亡藏人社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为了纪念藏人流亡60年及成立驻台办事处20周年之际，在本年度内举行了各种感谢台湾的活动。此次出版的书籍也是该活动中的一部分。这本名为《慈悲心与全球责任感》的译书，共印刷5500本，将分散给世界各地使用华语的国家和社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推出了带有西藏国旗和纪念西藏流亡60年以及驻台办事处成立20周年的支付卡。该智能支付卡可运用在台北地铁、公交车、公共交通服务、便利商店、百货商店和超市等场所。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西藏第11世班禅喇嘛诞辰29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布视频，用29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祝贺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29岁生日。这部视频以藏语、缅甸语、孟加拉语、华语、丹麦语、荷兰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29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祝贺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29岁生日。其中有一位祝福者是来自德国的伊莎贝尔，她今年也是29岁。她在祝贺信中写道：“从内心深处祝您29岁生日快乐，并祝愿您尽快获得自由。”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却吉尼玛于1989年4月25号出生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纳曲加里地区。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更登却吉尼玛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随后第3天，中国当局秘密劫持了班禅仁波切和他的家人。从此，第11世班禅更登却吉尼玛便成为世界上强迫失踪时间最长、年龄最小、身份最特殊的重要人士。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